曾鈺成自爆特首係幕後黑手，為咗幫政改爛方案過關，曾鈺成違反承諾，計劃唔做立法會主席走去投票。尋日佢自爆幕後黑手原來係曾蔭權，曾蔭權仲話佢即使辭咗職，將來一樣可以選翻做議員或者主席。唔單止係民建聯最無恥，曾蔭權亦都係非常之無恥。中央政府唔願意就香港嘅民主步伐係開放，令到呢一個嘅曾蔭權而家手足無措之下呢，就叫呢個曾鈺成就係為咗配合佢嘅行動。曾鈺成尋日就同10名泛民議員會面解話，雙方雖然有講有笑，但冇實質成果。佢可以就一啲議題，佢認為係重要或者唔重要，佢就話我辭職或者唔辭職，我投票或者唔投票嘅。咁呢個球證點做呢？呢個係第一個問題，同埋第二個問題就係上去嗰個人，佢話咗投票嘅話，咁呢個立法會以往做主席唔投票嘅傳統就會破壞啦。咁點搞呢？呢個問題壞咗啲咩規矩呢？我係不可能承諾。即係向佢哋承諾，話我即係收翻我嘅講法。議員何秀蘭提出休會辯論今次嘅事件，但已經被曾鈺成否決。